2026年咧，丙午年，講下屬牛嘅生肖啦。丙午年屬牛嘅朋友咧，流年嘅性格咧就比較上係有毅力，做事咧有條有理，腳踏實地。吉星咧有龍德、紫微、國印。丙午年屬牛嘅朋友咧，雖然咧就係有刑太歲嘅流年，吉星咧係比較強勢嘅，紫微星咧亦代表皇帝星，喺工作上咧得到大老闆嘅支持，正所謂大樹好遮陰。事業呢方面咧得到貴人嘅扶持，同時咧又能夠掌握權力，事業咧會俾機會你揾多啲額外嘅佣金，係一個好好嘅流年。財運呢方面咧，最好經過專業人士嘅意見同埋推介之下，不妨做啲長線嘅投資，或者做啲女性嘅行業，美容、化妝。歡喜嘅行業，例如歡喜財，係對你係有利嘅。感情呢方面不要花心咯，感情咧要專一。讀書嘅同學們有啲唔認輸嘅感覺，對自己係有要求嘅，容易得到獎勵。空星咧有天煞星、祿害、天厄、暴敗星，今年咧係容易有突然之間嘅危險，盡量咧唔可以做啲危險嘅運動啦，譬如潛水、溜冰、攀山都係要注意下危險啦。出外咧旅行要注意下安全，化解嘅方法可以帶啲屬鼠嘅飾物，加強你一年嘅運氣啦。